过来，这个南投县228 3天的连假，有75万人到南投佚佗。溪头甲清境的大放率拢高达9成。也毋过业者担心讲，这只是一时的，袂久长。所以县政府带头拼员工，以健康呼吸为主题。这理想的业者嘛配合来推出着破半价大优待，果然应效，才推出2天，就来卖出80套。一外摊边总算看到袂少民众要来坐船。另外，清境溪头周边的道路嘛，出现真久无看到车辆，这是228连假的状况。南投县政府统计，连假3天，总共75万人次造访南投，但是业者担心这一条只是连假这几天，毕竟疫情状况也无明朗。那因为南投呢是好山好水，那几乎所有的景区都是户外空旷的场域哈，宣传哈就是鼓励大家能够走出户外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，有益身体健康啊。县府带头行销，主打新鲜空气，周边业者嘛配合推出优惠，亲像清境日月潭的业者联合推出编辑大梅送早餐，也有船票，也有青青草原的门票，送一堆换算起来是6节以内，推出2天就卖出80套，希望会当延续228的盛况，全力救观光。